2025年，謝霆鋒喺香港紅館搞嘅演唱會，原本俾人好期待係風飛戀25週年嘅浪漫終章嘅夜晚，點知因為一場意外嘅求婚，搞到變成咗家庭倫理劇嘅修羅場。呢場俾粉絲叫做世紀求婚大戲嘅現場，唔單止見證咗謝霆鋒對王菲心情咁跪低，仲因為佢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好激烈但反對，同埋前妻張柏芝嘅意外表態，係娛樂圈掀起好大嘅風波。舞台上嘅玉蝴蝶之約25年嘅情路終於迎來高光時刻。我哋都知道謝霆鋒用經典嘅歌曲《玉蝴蝶》嚟拉開序幕，舞台設計使咗2000萬港幣嚟整一個心形嘅穹頂，2800盞藍紫色嘅燈光幻化成好似蝶翼嘅投影，把琴尾鑲住嘅天使臉龐仲暗藏玄機。當唱到歌詞誰贈我星火，能料完成銀河嘅時候，謝霆鋒望咗3次 VIP 包廂，鏡頭數過戴住口罩嘅王菲，佢眼角閃住晶瑩淚光，俾粉絲抓拍咗，即刻搞到全場尖叫。演唱會差唔多結束嘅時候，謝霆鋒突然打斷因為愛嘅演唱，單膝跪低向王菲表白：哇，呢25年好似蝴蝶破繭淡，多謝你陪我飛過所有嘅風雨。跟住就掏出一隻翡翠戒指，現場嘅大屏幕同步播放佢哋兩個係1999年識嘅時候，2000年牽手，2014年復合嘅影像片段。王菲係助手攙扶下走上台，眼濕濕淡點頭，傾後台嘅工作人員講：呢場求婚完全冇彩排過，連王菲自己都唔知。謝霆鋒話要用最本能嘅愛俾佢答案。啱啱觀眾為風飛終成眷屬歡呼嘅時候， VIP 區突然好亂，17歲嘅 Lucas 突然起身，手指住舞台大聲嗌：你憑咩喺媽媽受盡委屈之後，仲要係全世界面前羞辱佢？14歲嘅 Quintus 就掟爛熒光棒，仲想衝上台俾保安攔住咗。聽見到場嘅人講，Lucas 當眾鬧謝霆鋒嘞，呢10個月你去過新加坡睇我哋幾次啊？連 Quintus 嘅生日你都淨係轉賬就算數。之前媒體爆過料，謝霆鋒因為工作好忙，已經10個月冇去探過個仔。Quintus 仲喊住亮：你教我嘅吉他譜，到依家都未做到。佢哋兩個嘅控訴揭開咗完美父親個面具下面嘅裂痕。謝霆鋒呢幾年專注係美食事業同埋同王菲嘅戀情，同個仔好少時間相處已經係公開嘅秘密。謝霆鋒嘅大媽狄波拉喺台下攬實 Quintus 安撫佢，但係對 Lucas 嘅憤怒就沒計。之前香港嘅媒體爆過料，謝家好中意大孫 Lucas， 而 Quintus 因為長期跟住張柏芝生活，同謝家關係好疏離。呢場衝突唔單止暴露咗父子之間嘅隔閡，仲反映出豪門家族嘅情感失衡。張柏芝嘅神助攻一句支持掀起輿論海嘯。啱啱輿論估緊張柏芝會以悲情母親嘅形象去控訴嘅時候，佢喺新加坡連夜發咗條視頻聲明亮：我尊重霆鋒追求幸福嘅權利，啲細路仔需要時間去理解老豆嘅愛情。仲類當年離婚係我哋大家嘅選擇，唔應該成為束綁我哋彼此嘅枷鎖。有知情人透露，張柏芝嘅支持唔係偶然嘅，早係2024年。謝霆鋒就用3.8億港幣買嘅淺水灣豪宅做籌碼，同張柏芝達成咗子女撫養權同商業合作捆綁嘅協議。佢名下嘅風味品牌會同張柏芝嘅童裝線聯名 ，Quintus 仲會做少年代言人。呢場支持其實係資本同親情嘅精密換轉。喺社交媒體上，張柏芝大戲同謝霆鋒自私老豆同時引起大家熱議。支持嘅人讚佢係新時代獨立女性典範，反對嘅人就鬧佢用個仔嘅傷痛去換取商業利益。一場求婚背後嘅5重倫理困局：一、星二代嘅情感創傷。Lucas 同 Quintus 係鎂光燈下大嘅，親眼見到父母離婚、老豆嘅戀情、媒體嘅圍剿。今次嘅衝突其實係長期壓抑嘅爆發。心理專家論，佢哋反抗嘅唔係王菲，而係秘密化嘅親情。二、頂流愛情嘅道德邊界。謝霆鋒將私人嘅情感變成公共嘅表演，俾人鬧消費愛情。
文化評論人好犀利咁啦，當求婚變成演唱會嘅票房密碼，純粹性早就冇晒啦。3. 豪門家族嘅權力遊戲，從謝賢、碧波拉對孫仔嘅唔同對待，到張柏芝用撫養權去換取商業資源，真情變咗資本博弈嘅籌碼。4. 娛樂圈父子關係嘅樣本危機，謝霆鋒重複咗佢老豆謝賢風流才子嘅形象。Lucas 嘅憤怒就好似當年謝霆鋒對謝賢唔理佢嘅控訴等，形成咗好似宿命咁嘅輪迴。5. 女性話語權嘅重構，王菲嘅沉默同張柏芝嘅主動發聲形成咗對比，前者用唔回應嚟堅守自己，後者用支持去爭奪輿論嘅主動權，展現出完全唔同嘅女性生存策略。呢場求婚原本應該係風飛戀嘅完美結局，點知因為親情、利益、輿論嘅影響，搞到變成咗羅生門。當17歲嘅 Lucas 喺後台喊住我永遠姓謝，但係唔再係你嘅仔嘅時候，謝霆鋒喊嘅畫面俾鏡頭永遠咁定格咗。或者就好似王菲喺紅豆入面唱嘅淡，等到風景都看透，也許你會陪我看細水長流。只不過呢細水長流入面，早已經夾咗好多娛樂圈嘅算計同埋紅塵兒女嘅無奈。